大家好，我叫小芳。如果你们来到泰国没有来拍泰服衣服，就是白来了。不只是泰服衣服，还有校服，这就是泰国的校服。如果你们来到这店里，泰服和校服他们都有。还有上次给你们介绍了一次，就是这店里的主人拍照的很厉害。他们这店里的主人就是摄影师，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他们的店。他们的店就是在位于寺庙旁边，这寺庙很著名，也是10泰铢硬币上能看到的寺庙。如果你们来到泰国想找摄影师帮你们拍照还是拍视频，可以联系我，还是直接联系这店里的主人。欢迎你们来到泰国，玩得开心，拜拜。